流亡的维吾尔人督促国际刑事法院就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对北京进行调查。对于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该向穆斯林民族实施的严厉镇压，这是首次利用国际法的追责尝试。代表2个维吾尔维权团体的伦敦律师团队对中国政府提出控诉，控告中国政府实行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向中国提出控告的2个维吾尔组织是东突厥散流亡政府和东突厥散国家觉醒运动。律师们提交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多名中国官员的名单，他们称这些人对这场运动负有责任，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牵头此案的英国律师罗德尼·迪克森表示，他们要求调查的罪行包括大规模屠杀、集中营、酷刑、强迫节育和绝育，让儿童离开家庭，并将他们转移到国家孤儿院和寄宿学校，消除在学校中使用维吾尔语和其他土耳其语言，加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监视，禁止宗教活动和器官交易等。土耳其前总理、未来党主席埃赫迈德·达乌提欧在其党的每周1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达乌提欧说，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当局将东突厥散人关押到集中营中，像许多国际机构所提出的那样，对他们进行了种族清洗，并阻止了他们穆斯林生活。你们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为什么不像许多议会那样强烈谴责这些罪行？达乌提欧呼吁政府关注维吾尔问题。他说，是什么阻止总统说中国正在21世纪的集中营里犯下人类罪行？是什么使外交部无法召见中国大使，并要求解释针对维吾尔人的罪行？为什么不与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讨论维吾尔人问题？为什么组织不派代表团到东突厥散调查？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针对中国的措施将非常严格。他说，随着白宫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制裁涉嫌在东突厥散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已成为美国政府议程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蓬佩奥说，维吾尔人权法案已经成为一项法律，侵犯人权的行为将立即受到惩罚。据福克斯新闻社报道，中国政府实施港版国安法，加强对香港民主的施压，加剧了美中关系。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正在准备对中国实施一些强制性措施。香港政府周一晚间公布了港区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将于周二生效。细则内容包含，警方在侦办国安案件时，在紧急的情况下，不需要取得手令便可搜查，政府也能冻结或没收国安法嫌犯的财产。根据细则，警务处处长也能在保安局的批准下，授权警方要求发布者及网络服务商移除被视为可能构成国安罪行的网络讯息。此外，警方也能申请手令，要求正因违反国安法接受调查的人交出旅游证件，并限制他们出境。中国卫生官员称，一名内蒙古的牧民被确诊感染鼠疫。这提醒我们，尽管世界正在与一种新病毒引发的大流行做斗争，旧的威胁仍然存在。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这名牧民周日被确诊感染鼠疫，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平稳。该委员会还发出了3级警报，警告人们不要捕猎、食用或转运可能被感染的动物，尤其是旱獭，并在发现生病或死亡的啮齿动物时向当局报告。如果不治疗，鼠疫的致死率大概达90%。如果及早使用抗生素，这种疾病将可以治愈。